咱做伙来祈祷。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阿免。8月的第一礼拜是总会所定的圣乐主日，咱的教会有将圣乐主日刷来到今仔日来庆祝。伫圣乐主日咱会当来孝顺咱的教会有真济真好的圣乐的时光。事实上，咱的教会有一个真完整的圣乐委员会，伫内面有各种的诗班，有敬拜团，有儿童青少年会当参与的这音乐的时光。所以伫今仔日咱透过这个圣乐的主日嘛纪念咱的教会有遮尔啊侪好的圣乐的资源，会当引带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特别是伫头阵啊圣歌队所献的即个第二首诗歌，我其实听会出来，因是真拍拼咧学英语，大家拢有照今仔日我的信息所讲的，跨出舒适圈，来学习迄个咱所无惯习的语言，总是迄个语言无讲，第二首的诗歌咧描写的是诗篇23篇，总是迄个语言咱无拄拄听有，但是透过音乐，得引带咱行到草坡，行到死荫的山谷，阁受到上帝引带倒转来到光明。我毋知影大家敢有感受会到即种的情感。我家己感觉音乐特别趣味的一个所在，就是伊会当来接触咱人的心的内底，是若是牧师的遮讲的遮一切的道理，还是讲圣经的遮一切的文字，无拄拄啊好会当表达遐尔啊清楚。透过音乐，咱伫礼拜中，咱实在是会当将咱的心来敬拜。敬拜是啥物？敬拜其实就是将咱的心来归往伫咱的上帝。咱的上帝是伫咱顺境的时阵引带咱，行伫青翠的草坡的上帝。咱的上帝嘛是伫咱人生的困境中间，替咱排泄冤赦，甲咱救赎，阁互咱倒转来到光明中间的上帝。我相信透过这一切诗歌，咱会当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嘛敬拜咱今仔日所做伙伫遮来思想的这段经文。今仔日的经课表和咱的经文，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下半段，所以牧师想要提醒咱，伫开始分享今仔日的经文的进程。这个经文有上半段，也就是顶礼拜的经课表和咱的经文。总是牧师顶礼拜无伫遮，无有和大家分享顶礼拜的经文，咱需要做伙来思想这个经文。成做两个段落，一个完整的一幅图。因为牧师即马伫暑假有真侪的营会，所以营会，所以我一边咧读遮个圣经的经文，我一边嘛是咧想，咱的教会共同伫暑期伫共同经历的一件代志，就是咱有真侪遮的无共款的营会，遮营会有无共款的目的，遮营会嘛拢引带咱行无共款的信仰的路径。首先是2礼拜前，咱的教会就是即马咱所做礼拜的即个所在，我毋知影大家敢捌来看过，其实牧师要邀请大家，以后的7月的最后一礼拜，其实伫周间拜1到拜5的时阵，下晡1点半到5点，毋会当介绍你所知影的小朋友来参加咱教会的夏季学校，你家己嘛会当来看，
吼，伫即个所在礼拜堂吼，所有的椅仔会超到上后壁，吼，会空出中即个真大的所在。即个所在有一礼拜的时间的下晡，拢充满囡仔的笑声，充满囡仔用音乐唱歌敬拜的声音。特别水的100度吼，牧师今年有因为开始负责儿童青少年吼，有去经验到吼。我即摆互挂名啦吼，做营长安尼啦吼。啊，但是事实上我发现讲，即个是一个咱的教会真有传承吼。遮个同工吼有无共款的年龄层吼，上细汉的遮小学5年、6年、国中1年，就拢出来服侍吼。啊，因带因吼，当然因的服侍抑阁真简单吼，无有真厉害的一个服侍，但是牵着因的手做伙因带因服侍，有头前足侪高中、大学。社青吼，甚至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吼，咱遮会穿橘色的衣服的遮个主日学的同工，吼，伫遐其实我看到一幅吼真水的图，吼，就是咱的教会有无共款的世代，但是无共款的世代吼，只要咱的目睭有注目看共款的目标，吼，咱的目标伫学校来讲。就是咱的儿童甲青少年，吼，咱来服侍因带因起造因的信用，吼，透过服侍的过程中间，吼，去经验到上帝丰盛的引带甲恩典。伫学校，吼，牧师所经历到的是，迄个主耶稣基督的丰富，吼，实在是一个真有传统的宴会，吼，只要校长一声，吼，讲来哦，时间到啊，吼。啥物人要出来服侍吼，马上大家就报名吼，啊马上60-70个同工就拢准备好势吼，每一个人负责因所负责的物件去准备，啊，然后就来完成吼一个学校的服侍。伫即个宴会内面，牧师经历到的是丰富吼，咱真正是饲饱吼，遮一切的细囝吼，互因炸足侪礼物吼，嘛炸足侪因的遮大哥哥大姐姐会疼吼，倒转去厝的吼。事实上，我家己的2个囡仔吼是，对前年吼，我就已经咧期待吼，会当好好啊参与学校吼。但是吼，知影囡仔吼有一个困难吼，下晡的时间吼，因拢爱困吼。特别是我的迄2个吼，因下晡吼拜6礼拜吼，拢爱困2-3点钟吼。啊，所以吼。学校1点半开始吼，去到3点4点的时阵吼，因拢已经足忝啊吼。啊，所以旧年吼拢参加头前唱诗歌吼，就足操的，啊，就足忝的，就返去厝啊，无好好参与着全部的迄个过程。但是经过2年的准备吼，今年吼我总算准备我的囡仔准备好势吼，因会当好好啊完整吼来参加即个学校。伫准备即个服侍的过程中间吼，咱有足侪个同工拢咧讨论吼，咱教遮个小朋友关系天国的福音吼。今年咱的主题是天国8福吼 ，Yes I do 吼，咱嘛有讲一寡英语吼，天国8福 ，Yes I do 吼，有教遮个细囝吼，温柔谦卑的人有福气吼，心灵颂香的人有福气，等等吼，遮一切咬喙搭羡慕上帝的。义的人有福气吼，在教遮个囡仔遮个课程的时阵吼，咱常常拢有真侪讨论，讲到底遮个囡仔会当留落来什物款的印象？但是事实上，我看到的是我家己的囡仔吼，我家己的怜悯吼弟弟吼，因对顶礼拜的学校一直到即马吼，抑阁咧唱咱的上联的招牌8福吼，天国8福。迄个是逐教会拢会晓唱的哦。啊，迄个 YouTube 的影片就是伫咱的礼拜堂所翕，吼是咱足久以前吼，可能20年前的青少年吼，我详细看，敢若咱的洪义轩长老吼 Suzy 吼，嘛有伫内面咧跳，吼10几年前吼伫遐咧跳，吼啊总是伊即摆已经做长老吼，啊因带遮的后辈吼，无共款的世代吼，做伙伫遮吼来。敬拜上帝，吼，传承咱宝贵的信用。
所以牧师伫学几学校所经验到的是，一个真有传统啊，饲饱真济咱的天国的囡仔吼，一个活动吼。即个其实即个经验吼，其实是今仔日的经文的前半段吼，就是咱无读到的迄个段落吼，顶礼拜的经课表。今仔日的经文是开始伫耶稣随时逼门徒上船，先过去对面岸。但是伫即个头前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其实是耶稣甲门徒饲饱5000人的故事。迄是一个耶稣真荣耀的一个服侍。咱知影伫14章的第1节，耶稣甲伊的门徒听到一个歹的消息。就是希律王吼，伊在庆祝生日的时阵吼，甲惊死的约翰的头斩落来吼。啊，然后希律吼，即马开始感觉讲耶稣甲伊的门徒在做的代志，和惊死的约翰是共款的，因是同一国的吼。所以意思是啥？耶稣甲因的门徒因的服侍，其实开始受到威胁，因开始感受到迄个政权吼，迄个希律王的注意。因开始需要对城市秘到偏僻的所在，但是当耶稣带伊的门徒秘到偏僻的所在的时阵，因看见一个现象，这四过的有需要的人，对到因，不管因去到倒位，因拢围绕伫耶稣甲门徒的身边。前一段的经文安尼记载讲，迄阵遮诶，足侪有需要的人，军队耶稣伫伊的身边，耶稣甲因医治教示，时间已经到真晚，门徒来甲耶稣建议讲：啊，耶稣啊，你较紧找牵遮的人转去好无？请因转去家己食暗顿，家己处理暗顿。咱遮门徒无有够野的物件，人通来供应因。啊，耶稣讲啥？耶稣无，请恁。门徒来甲因饲好饱，门徒讲啊，我的落地啊安尼找只有2块饼、5尾鱼，咱实在是无有迄个气力来养饲遮尔啊侪有需要的人，啊，但是当门徒将因只有2块饼、5尾鱼交互耶稣的时阵，咱经历到啥？经历到耶稣甲饼掰开，祝福，然后佫摕转去互因，因分互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食到饱，而且佫啥会当打包，因有安怎12个门徒一人摕1包，会当倒转去做宵夜。这是门徒甲耶稣一个真荣耀的服侍的结束，因经历迄种天国的宴席。和希律王的迄种宴席无共款，希律王的宴席是满足伊家己，是庆祝伊家己，是杀死别人，杀死惊死的约翰。耶稣基督的宴席是上帝的恩典，饲饱济济有需要的人，遐个流亡的、遐个软正的一切人，受到耶稣饲好饱。伫即个荣耀的服侍了后结束。咱来开始今仔日的这段经文。经文安怎记载讲，耶稣随时逼门徒上船，先过去对面岸。所以这是一个对荣耀的服侍，开始渐渐变做时间已经真暗，门徒需要休困。而且我嘛看见牧师伫过去这礼拜的一个角色。过去这礼拜牧师一带即个学几学校服侍了，真荣耀的服侍真济的小朋友。其中有一寡童工青少年因有继续参与伫去到台中港的工作队。咱几若礼拜进前伫第3堂的礼拜，蔡牧师嘛有替因祝福。伫即个台中港的工作队，遮的门徒，遮的学生青少年，因自愿去到偏乡的所在，去遐来帮赞迄个真美细的一个主日学，来帮赞去做因的教会的囡仔。咱毋尔
咱毋尔服侍，咱伫即个礼拜堂中间百几个囡仔，吼，共款的教材，吼，咱嘛引带去到台中港教会来做工作队，吼。所以过去即礼拜牧师常常做一个角色，吼，就是这青少年吼，拢规日服侍，吼，准备课程，练习诗歌，吼，练习讲故事，吼，练习这游戏，吼。啊，到真暗的时阵吼，牧师讲较紧去困，吼，较紧去休困，吼。耶稣伫遮嘛是咧做即件代志，吼。耶稣随时吼逼门徒上船，吼，先过去对面岸。耶稣逼门徒上船，好好休困，吼。伊讲伊家己要留地来解散遮个群众解散了后，吼。伊家己搁上山祈祷，吼，伊无紧倒转去到门徒的身边，吼。事实上，伫遮嘛，互咱看见，吼，咱伫服侍的时阵，吼，祈祷嘛是共款的重要，吼。耶稣拢会互咱看见，伊伫服侍的过程中间，当伊有愈侪人，伊服侍愈侪人，有偌尔大荣耀的服侍的时阵，吼，伊拢一定需要有一段家己的时间。伊拢一定需要搁倒转来，家己好好啊来向上帝祈祷。因为咱若是只有做事工，吼，咱若是只有服侍，吼，咱常常会迷失，吼，咱会迷失伫咱所做的一切的代志的辛苦的内面。咱有可能嘛会迷失伫咱所做的代志所带来的成果的内面。耶稣需要解散，吼，遮个群众。四散了后，伊需要家己上山祈祷。伫即个过程中间，经文嘛，互咱看见一个真有意思的平衡的世界。吼，耶稣伊伫暗时，吼，彻夜在祈祷。吼，啊，门徒咧经历啥呢？吼，门徒受到耶稣的催逼，吼，上船。然后经文讲天暗的时，吼。迄时船已经离岸足远，因为尖风互影拨来拨去。所以耶稣伊伫山顶一个人安静在祈祷，耶稣的门徒受到耶稣的催逼，吼，伫船顶互风飞来飞去，吼。耶稣伫迄个飞来飞去的大风影的中间，检采敢若暂时，吼。无含门徒三角伫地，我相信这个经文一开始就互咱真清楚了解，这是耶稣一个特别的设计。耶稣可能想讲，啊，我放这学生小可一段时间嘛，几点钟尔，放因伫遐，敢会出啥物代志？应该袂出啥物代志吧？我头先也毋是讲因拢有打包宵夜，巴肚应该嘛袂枵啊，因虽然伫船顶，船互风拍来拍去，但是因有啥物？因有头前啊遮大真荣耀的一个服侍的记忆，阁有稳定留落来。对服侍毋是只有互别人物件，家己阁有物件通摕，会当带去船顶，因应该是无问题才对。耶稣应该会当放咱几点钟，无陪伫咱边啊，敢毋是？事实上，当耶稣离开，好好去祈祷的时阵，门徒拄啊好伫离岸足远的时阵，因为尖风互影飞来飞去，天要光的时阵，迄个是透早，已经3、4点，所以耶稣是啥？规暝祈祷。然后耶稣看讲，应该差不多困醒啊！我会想到我家己咧顾囡仔的经验，囡仔若是困的时阵就对老爸老母来讲，就是讲平安眠，对无？囡仔已经困去啊，所以开始会当做家己的代志，我想耶稣可能嘛安尼叫门徒较紧去困，想讲因会好好困，伊家己好好去祈祷。看时间讲3、4点嘛，天要光啊，我要来转，伊嘛就正常的呢，敢若无看到风雨啦，直接对湖顶面安尼行过去，就行
要行往文道遐去。啊，文道吼看到毋掠风吼，毋掠雨吼，规暝啊，即个时阵吼，搁怎有一个人吼对屋顶吼行过来吼，因的反应是啥物？因的反应真着惊吼，因讲是鬼，因惊甲大声喊出来吼。我家己是特别介意即段经文的即个部分吼，我感觉即个部分真有意思，在表达咱人的信仰的一个状况。吼，迄个状况就是当咱拄着应邀的画面的时阵，吼，700-5000人的时阵，吼，咱人拢真容易相信讲，哦，无毋对，吼，上帝伫遮做工，吼，上帝伫热热的所在，上帝伫大下俄勒敬拜，吼，但是上帝敢有伫细的所在，吼？上帝敢有伫咱人软正的所在？吼，上帝敢有伫咱受到惊吓来充满，甚至规暝无法度困好饱的时阵，上帝敢有伫遐？文道的反应真有意思，因遮尔啊着惊，吼，迄阵可能个天色抑个清早，吼，伊认袂清楚，因可能嘛无法度想象。耶稣竟然会当伫风雨中，吼，就对因安尼检采敢若无代志，对因安尼行过来，因真着惊，大声喊是鬼，吼，因惊甲大声喊出来。但是耶稣随时甲因讲，安心是我，毋免惊。我感觉即个嘛是咱过去即礼拜的一款经验，吼，牧师和大家分享。其实伫即个对下几学校去到工作队，吼，嘛是对真侪青少年来讲，吼，有对一个真热热，吼，舒适，吼，伫咱的教会服侍真侪小朋友，要进入去到一个偏乡的所在，吼，困无啥舒适的眠床，吼，啊。团队嘛人较少，吼，啊照顾的囡仔嘛无讲真济，事实上，互大家有一段时间暂时真失志的一件代志是，当咱要出发的前一礼拜，吼，咱才听到消息，吼，讲台中港教会遐的招生的状况无讲介好，吼，因伫前一礼拜吼，只有招到8个小朋友，吼，咱是20几个人的团队，吼。要来去服侍8个小朋友，吼，大家拢感觉到真失志，吼。啊，后来有听到讲，哦，有招到15个，吼。啊，第一工吼，咱较紧搁敲电话，吼，讲明仔载爱来哦，吼。啊，最后吼3个无来，吼，所以即边吼是咱20几个人，吼，服侍12个小朋友。但是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的青少年吼，牧师引带大家吼去。思想一件代志，吼，咱面对12个小朋友，吼，甲咱面对100个小朋友，吼，咱敢会放无共款的心志，吼，伫迄个中间，吼，咱敢会伫大的时阵，咱讲迄个有上帝的同在，吼，但是伫暗静，伫咱惊吓，伫咱感觉无啥好势的时阵，吼，咱敢会讲迄个无上帝的同在，上帝无可能伫遐。事实上，伫即个工作队的过程中间，吼，因为遮个课程拢已经伫下几学校有教过一摆，吼，所以咱需要准备遮个课程的内容的时间无讲介长，吼，所以反正牧师有一个真好的机会，吼，透过早祷，吼，透过暗时的祈祷来装备，吼，咱遮个青少年，互因去经历。虽然这个所在吼看起来学生较少吼，虽然这个所在较偏僻吼，总是上帝的工作，抑阁是有伫迄个所在。牧师有用2个暗时的时间吼，引带青少年做行走祷告吼。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做过即种的锻炼吼。一般来讲，咱祈祷吼，咱想讲，咱应该是甲目睭闭起。啊，咱爱出声讲话，吼，来祈祷，吼。
但是行走祷告吼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所在吼。行走祷告，因为你要行路，所以你袂当目睭闭闭，啊无会弄到物件吼。行走祷告是目睭爱拍开，但是行走祷告是喙袂当讲话，吼。啊要求遮所有的青少年吼，有伫一段行走祷告的时间中间，袂当讲话，但是爱拍开你的目睭，啊心爱向上帝拍开，吼。咱人目睭看出去的时阵，吼，咱拢是看到咱家己爱看的物件，吼，咱拢是注意到咱家己惯势会当注意到的物件。但是行走祷告是一种锻炼，吼，锻炼咱去看见平常时袂看见的物件，吼，啊，去听到上帝的声音，吼，伫咱所行的所在。所以两暗，吼，第一暗吼，牧师要求遮个青少年，伫台中港教会，吼，伫教会内面，我交代讲半点钟的时间，吼，恁会当去到教会的逐角落，吼，啊，特别交代因爱拍开目睭来看，即个教会到底有啥物物件，是你到即马为止还无注意到的，吼，啊，遮个青少年吼就真欢喜，吼，因就会当冒险嘛，会当探险吼，因就开始去甲所有的门拍开，吼，所有的所在吼拢行过去，啊，真细致来观察，即间教会到底有啥物款的物件，留落啥物款的脚迹。当然，伫即个过程中间嘛有一寡真趣味的吼，因为囡仔嘛吼，拢真爱冒险吼，因就去到教会的一间地下室吼，啊，有一个囡仔伫后来分享的时阵吼，伊就讲。哦，伊入去迄个地下室的时阵，室的时阵吼，伊惊吼，检查讲，遮敢有鬼吼，伊嘛是安尼大声喊吼，啊，然后伊后来才想着讲，遮是教会啊，吼，遮应该是上帝的家嘛吼，应该是袂有啥物鬼吼存在，吼，所以伫即个工作队内面吼，邀请遮个青少年去经验吼。咱可能会伫咱惯势，吼，去敲找上帝的所在，认为迄个所在就是有上帝。但是耶稣互咱一个真特别的经验是，伊毋是只有会当伫迄个700-5000人的迄种情景的内面，吼，伊甚至是伫真深的暗暝，吼，当外口的风影拢真大，吼，透暝无法度困的迄个过程中间。耶稣也阁有法度伫迄个所在，咱行过来。耶稣会当伫咱感觉伊无法度出现的所在，甚至遮青少年有诶分享，因讲因过去想讲，咱去到工作队，咱就是去帮站遐，遐就是一个无有资源，无有上帝，无有圣神的一个所在，咱要带遮的一切的资源，上帝的福音去到遐来甲因帮衬。但是牧师邀请遮的青少年去注意到，伫即个所在其实毋是无有上帝，毋是无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脚迹。伫即个所在，只要咱爱拍开咱的目睭，详细去看。有可能伫咱的惊吓中，伫咱有限的看见中，咱甚至会甲耶稣认做是鬼，是这段经文互咱看见，真特别的一个功课。耶稣随时甲因讲，安心是我，毋免惊。我会当伫人的妖异上黑暗的暗暝，伫遐抑阁是我掌权的所在。彼得听到耶稣安尼讲，伊就应讲：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而且嘛，看见彼得，伊是常常拢是头一个回应，无有经过多的思考，伊就真紧来回应耶稣的呼救，耶稣的呼召。彼得讲：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咱毋知影彼得的心态，总是伊是头一个回应耶稣的人。耶稣嘛应允伊的要求，耶稣讲：好，
你行过来。伫工作队的中间，咱嘛看见青少年，其实常常拢是真愿意，无有真济的思考，无一定拄啊好，有好好拍算讲，去到台中港，咱敢是会当住饭店，还是住敢有好势？青少年无咧思考这些物件，只要耶稣一话，只要咱讲来哦，咱有需要有人服侍，马上因就回应。耶稣嘛讲来，彼得就对船顶落来，行水面，去到耶稣遐。因为彼得有回应，所以伊有法度来经历到和耶稣同款迄种行伫遮一切风雨顶面袂沉落去的迄种的经验。但是经文嘛，互咱看见，当彼得一个看到风遐尼大，伊就惊。所以信仰也是讲祈祷，其实真关键是咱会看见，咱看见的是风雨，还是咱看见的是伫风雨中掌权，而且咱行过来的主耶稣基督。当咱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咱就徛伫风雨的顶面；当咱看的是风雨的时阵，咱就沉落去。总是伫风雨沉落去的时阵，主耶稣基督，彼得嘛袂记得呼求主耶稣基督，伊大声喊讲：主啊，救了哦！耶稣随时伸手，甲伊救地，讲小信的人是安怎在犹豫？因上船，风就点去，船顶的人跪落去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我相信这个是规个故事的重点。耶稣毋是只有要起造彼得伊家己一个人的信仰，耶稣甲所有的门徒拢催逼上船，放因伫咧风雨中一段时间，然后伫风雨中来行伊。这是耶稣基督伊咧训练伊的门徒，塑造一个信仰群体。会当共同来告别主耶稣基督伫风雨中，抑佫有法度掌权。所以军队耶稣的路上，毋是无风无雨，亲像咱的诗歌所唱的，咱军队耶稣的路上一定，甚至会当讲一定会拄到无共款的惊吓风雨。咱每一个人有咱无共款的软件。佫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耶稣催逼门徒上船，暂时离开因，互因带着12拿的五块饼、2尾鱼，伫风雨中去经验暂时无有耶稣基督的迄个空的时间。所以，咱嘛需要伫咱人生的风雨中。伫咱的软件中，互主耶稣基督时间甲空间去做工，去经验伊伫风雨中，抑佫会当掌权，会当咱行过来。在伫耶稣无有伊所无法度掌权的风雨，无有伊所无法度同在的困难，当咱受到咱家己的惊吓吞灭的时阵，咱甚至会将咱真实的耶稣看作是鬼。但是耶稣咱讲，伫咱的惊吓中间，伊抑佫同在。伊对咱讲：安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嘛，互咱看，信心毋是需要真大，信心是需要回应上帝。回应上帝的呼召，对真属实的船顶落船，行入去风雨的内面，行入去咱的惊吓的内面，经验到被破碎，但是嘛经验到被上帝来接互掉。事实上，这个风雨有可能拄啊好是耶稣在呼召咱去经验伊的稳定的所在。
当咱被破碎、被上帝所接纳，会当互规个信仰团体做伙来告别。耶稣是上帝的囝，这个是咱共同的敬拜。愿咱每一个人会当经验主耶稣基督伫咱的惊吓中，咱行过来，将咱的惊吓甲软正交互主耶稣，互伊成做信仰团体，会当做伙告别耶稣基督是主美好的见证。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惊吓甲软正，主总是你要锻炼阮，成做你的门徒。主，阮的生命的经验，当阮将阮的软正甲惊吓交互你的时阵，主恳求你，互阮经验到，你毋是无法度伫风雨中掌权的上帝，反正你是伫风雨中，伫阮的困难甲惊吓中来行往阮的主耶稣基督。主，愿你使用阮，当阮受到破碎、受到你的接纳甲医治的时阵，阮就成做规个信仰团体的见证，引带规个信仰团体会当认出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